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4月21號。今仔日的經文是詩篇116篇第1節到第4節，12節到第19節。以賽亞書第26章第1節到第4節。彼得前書第1章13節到16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正聖。基督徒敬拜上帝，必須愛存一種敬畏的心。親像聖經記載，摩西第一屆拄着上帝，受到上帝呼召的時陣，上帝安尼甲伊講：上帝講，毋通閣行近我來，脫掉你的鞋仔，因為你所徛的所在是神聖的。咱受到上帝的呼召來跟對上帝，咱誠做上帝的僕人，佇生活中應該著愛追求正聖。基督徒信仰的正聖，當然是追求用上帝的聖潔做目標，但是這甲民間宗教咧講的立地成佛是完全無同的。民間宗教認為信眾若功德有夠好，就會當成佛。好若親像遐個足有名的這個法師共款啦吼，到落尾好若因親像因本身就成佛會當受人來甲伊拜。基督徒的正聖，事實上就親像摩西受呼召的時共款。上帝甲伊講：你所徛的所在是聖潔的，所以你也著愛誠做聖潔，才會當去親近接近上帝。咱的正聖目的是要為着甲上帝建立親密的關係，毋是要家己來誠做迄個神明吼，因為咱明白人是無法度誠做神明的，無法度誠做上帝，也是誠佛的。咱明白正聖的目標甲意義。那安尼，咱必須愛進一步來思考，基督徒要愛安怎才會當正聖？佇英語 NIV 的翻譯，今仔日的經文是 Be Holy。正聖佇聖經內底有幾個無同款的角度來去思考。聖經內底提到正聖，佇英文是講Be sanctified， 是被稱做聖。所以基督徒因為相信，就被上帝稱咱做聖，這是被動的。另外，正聖佇舊約聖經的概念內面，通常是咧指分別做聖。伊希伯來文叫做 Kadash， 就是講受分別出來，並且是歸佇上帝。出埃及記第20章第8節，佇這個10條誡提到着安息的誡命的時陣，就是咧講着必須愛分別做聖來歸乎上帝。聖經甲咱講，主所疼的兄弟姊妹，咱應該常常為着恁來感謝上帝，因為上帝揀選恁，藉着聖神正聖的工作，甲恁的真理的信仰，互恁先得救。這是帖撒羅尼迦前書第2章13節的經文所講到，提到着基督徒是藉着聖神來正聖，基督徒就是正做迄個分別做聖，並且歸佇上帝人。
既然基督徒因为圣神的充满同在了后，就成做一个圣徒。这个并毋是靠着家己的行为来成圣的，是互上帝来称咱做圣的。因为基督徒的性命就必须爱被改变。彼得前书第1章13节到16节，彼得安尼甲咱讲，伊讲所以恁的心着爱准备好，时时来警觉，将仰望完全寄伫耶稣基督显现的时，所要赏赐互恁的恩典顶悬。着爱顺服上帝，毋通互私欲来支配你，亲像恁古早安尼愚妄无知的时安尼。迄个呼召恁的上帝是圣洁的，恁也必须爱伫所做的一切的事顶悬来圣洁。圣经讲，恁着爱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基督徒就必须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时常受到警觉，来顺服上帝。因为诚做基督徒是上帝呼召咱追求上帝的圣洁的目标。基督徒必须爱靠着相信，另外受到圣神的同在，并且成做一个真圣的基督徒。以赛亚书第20章第1节到第4节的经文安尼讲：迄一天，人民要伫犹大的所在唱这首歌，咱的声像是偌尼啊坚固。上帝亲自封守这个城，拍开城门吧，互正义的国家入来，互忠信的人民入来。上帝啊，你将完全的平安赏赐互意志坚强的人，赏赐互信靠你的人。着爱永远信靠上帝，以时刻保护咱。先知讲，着爱永远来倚靠上帝，上帝就时刻要保护咱。真像是基督徒伫性命顶悬得救一摆，而且是永远所得的救恩，是一种得胜的性命。更较重要的是，有圣神的同在以及来协助。耶稣基督伫咧面对试探的时阵，也有上帝的圣神甲伊同在。伊伫克西马尼园祈祷的时，圣神嘛是甲伊同在，保守伊，互伊来得胜。诗篇116篇第1节到第4节，我听上帝，因为伊听我的声，听我的恳求，伊暗耳孔听我，所以我一世人要求叫伊。死亡的锁捆绑我，阴府的痛苦牵着我，我有拄着患难忧苦。我求叫上帝的名，讲：上帝啊，求你救我的性命。12节，上帝赏赐我一切的恩惠，我着安怎来报答伊？我要捧救恩的杯，求叫上帝的名。我要伫伊所有的子民的面前，对上帝声我的愿。上帝看伊圣的子民会死极其毋甘。上帝啊，我实在是你的仆人，是你的
仆人，你女婢的囝。你已经偷开困縛我的锁，我要对你献感恩的祭，要求叫上帝的名。伫伊所有子民的面前，伫上帝殿的厅内面，伫耶路撒冷，我要对上帝写我的愿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帝。感谢上帝赏赐阮救恩，互阮的性命会通得到改变，也互阮会通因为救恩来得正胜，来分别出来归伫上帝。感谢主，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